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风台起伫中南部，灾后复原之路是长路路。国军各因为汉光演习，无法度帮忙救灾。内政部指示相关的单位调派人力，今仔日开始到17号，陆续再送到1350个替代役到台南、到嘉义县市、到云林来帮忙救灾。 阿平哥开日涂骹咧捡文旦，丹那市风台东上中南部载起差不多140个替代役，到台南的麻豆到清文旦。目前清理的速度来到了约差不多剩下2个园区啊。即个落果你也无甲清开，你也搁伫迄个园林内底搁叫烂去吼，物件对咱的环境无好，然后对即个土壤嘛是无好的啊。 灾后复原爱真久，造成有真济民怨。国军又搁因为汉光演习，人派袂出来。今麦内政部指示相关的单位调派人力，7月14到17，在1350个人到台南嘉义县市、甲云林去救灾。目前来讲，我们替代役的兵力有4辆车，140个兵力来支援麻豆。 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协助我们这次损失最惨重的柚子捡拾落果，还有清扫环境这部分。另外，伫嘉义破处市艺术公园，同一天协助救灾有71个人。我们今天是从成功岭过来，然后是负责来这个公园这边负责整理掉落的树枝，然后跟倒塌的树跟整理落叶这样。社会局跟消防局提供我们能力，一起来做反复的铺设。那希望后续的天气呢可以稍微紧张一下，让居民的不便降到最低。协助清运粪扫做分类，嘛讲会当帮助在地乡亲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